蔡李佛規定拳第一段，預備，抱拳，跪步見禮，並步落膊，震腳開馬，推掌，攻，分，攻，沉，跳，金剪，批手，落膊，插捶，掛捶，抱拳，上步掛捶撐掌，馬步簽字，弓步標撞，吊馬穿手，盤橋撐掌，標馬插捶，扭馬疊掌，上馬降掌，馬步撐掌，弓步虎爪，上馬拋掌。蔡李佛規定拳第二段，回身穿手，盤橋撐掌，弓步虎爪，剪膊分掌，掛面腿，盤橋撐掌，弓步搶硬捶，偷馬尋橋，穿手，盤手截橋，衝鋒拋捶，跪步截虎，弓步標撞，吊馬穿手，標馬插捶。蔡李佛規定拳第三段，過步單攔，弓步撐掌，馬步簽字掌，單攔手，吊馬穿手，二龍珍珠，踏馬穿手，盤橋收捶，弓步標撞，捆手插掌，白虎望路。蔡李佛規定拳第四段，吊馬穿手，左右過步單攔，踏馬支攔，跪步包踭，搭手踢腳，掛捶頂掌，雷音捶，回身斜釘捶，上馬拋掌，推馬穿手，偷馬盤橋撐掌，跪步插捶，吊馬見禮，收式。